在远古的黑夜里，人们仍活在神话之中。直到有人轻声问，为什么理性闪烁的瞬间，人类开始思想。问号点亮黑暗，理性像晨星闪烁，流到思想的光，照亮人类的旅程。公元起因是指米洛斯的凯利说，水是万物的起点。阿纳克西曼的序言，无限者是天地的根源。阿纳克西曼尼清唱，气是生命的呼吸声，他们让理性取代神话，让自然自己说话。这是米洛斯的黎明，水中映出理性的光影。公元前6世纪中期，欧南意大利克罗登的毕达哥拉斯，在音乐与星辰之间，听见宇宙的律学旋转，万物结束，天地共鸣，让灵魂在比例中苏醒。它让数学与哲学共鸣，让美与理性同行。和谐是世界的呼吸，理性是音乐的真理。公元前5世纪初，埃菲斯的赫拉克利特说，公元前5世纪初，埃菲斯的赫拉克利特说，万物皆流，一切都在变，对立之中藏着和谐，变化之中还有永恒。火是灵魂的语言，变化是宇宙的真相。哲学燃起辩证之火，思想因冲突而坚强。公元前5世纪，伊利亚的巴门尼德说，存在着是，不存在着非。准诺微笑挑战世界，争论让理性更坚定。理性胜过幻想，真理在静默中闪光。当世界静止的一刻，思想开始回响。他们为我祭奠下根基，开启新上学的乐章。公元前5世纪中期，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尔说，万物由土水火气而生，爱与真实世界循环不息。雅典的阿那克萨格拉宣告，风与火共舞，思想在宇宙呼吸。他们调和变与不变，于是亚里士多德的智慧降临。爱与真是世界的心跳，意志与秩序扬唤着顺摇。公元前5世纪末，阿波德拉的六基瓦，语的吕克里特说，看不见的围城构成万物的梦。在虚空的深处，自然自由法则行动。他们让唯物思想诞生，为科学点燃理性的火，原子在无声中闪烁，思想因此永不坠落。从水的起点到原子的无限，理性是一条河流过时间，它照亮人心，也温人间，让每个为什么成为起点。理性的光照亮世界，问号成为永恒的心。哲学不是远方的梦，它就在每个思考的心。理性不灭，思想长鸣，人类在提问中前行。